熱門8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銀刺勇士幫就銀刺勇士啦，跟住第二位就金運來啊，守住內欄第3有妙玲瓏啊，黃望星力啊，外邊第4啊，第5位嘅馬呢就本能啦，內欄第6啡色衫起眼光啊，灰馬外邊電門精英啊，後邊5匹馬勁進奔騰紅桃新星啊，粉紅衫內欄咁啊有尾3呢就長勝力區啦，白鼻箍騎出去外邊追嚟，有駿馬之星包咗落咩盛世威風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銀刺勇士呢仆下拋嚟咗一個身位㗎啦，金運來響第2位啊，中間本能追上嚟啊，最出有紅桃新星啊，內欄嗰邊仲有隻起眼光，中檔位置呢就電門精英啊，最後100零米銀刺勇士閃之，金運來起勢追緊佢，接近終點咁啊，銀刺勇士都係導線啊，跑第2名嘅馬呢就金運來，第3名外邊追咗上嚟就係呢隻紅桃新星，跑第4名啊，妙玲瓏嘅機會係似乎高啲啊，結果今場賽事銀刺勇士都係出閘順利啦，擺咗喺前面走。而呢隻金運來亦都有嗰個配備嘅變化啦，咁啊跑翻個第2。